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德联邦仁堂的向仁会甲名人会，连续2天拢伫台北台地的万豪酒店来办春酒。即摆有更较侪画面来献光，讲若找来着170个旗袍辣妹，伫门口迎接着贵宾，搁伫道边服务人客。遮尔啊高调，遮尔啊臭样，根本都无甲警察放在眼内，所以警政署马上来指示，甲遮个帮派列为全力扫动的目标。昨暝包括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、桃园、宜兰5个县市扩大临检，台北市就掠着3个通缉犯。天道明、太阳联名昨暝嘛来举办着春酒，警方调派60个警力入去饭店徛班搜索，气氛是相对平和。穿红色锦片当洋装，当白水果娘啊，微微笑甲你握手。这是太阳联名万华芙蓉会春酒晚会现场。继德联邦联动民政会旗袍事件了后，现场就较无清影，警察嘛加强调查。这么嚣张啊！该上楼上楼哈，这边没有。警察行来到大厅，叫乌队拢去楼顶。警方全台湾动员扩大临检。只要不配合，以强制力代为查办。真侪警察伫咧警察桥头前集合，率了几啊台警察车出动，第到8大场所调查。刚看到一阵小姐摕卡板紧甲面走咧，过不偌久，有影掠到通缉犯。通缉犯风扣起来，当场叫警察压动去。最近真侪乌道拢伫咧食春酒，互警政署注意。昨暝湘北、基隆、桃园和宜兰，台北市派200个人掠到3个通缉犯。新北市出动480个警察，拢总掠到13个人。宜兰派120个警察，有3个通缉犯互掠起来。那未来连续1个礼拜，我们持续都会再去规划扫荡这些他们义务回声的这些场所。未来会持续一波一波的这个做一个执行，那我们也正式会对这些黑道宣誓势不两立哈。警察大动作猎人，有真侪帮派都惊去扫掉红台尾，警甲春酒停办。德联邦内部的主持人士嘛对民营会风波感觉伤过含糊。你不管里面办得多么盛大，绝对不能把影片外流哦，这都是上面大哥都有交代过的事情。可是民营会这样子就是太过夸张了，会让大家觉得你们这样太高调，到时候一扫荡扫黑之后，你全部都完蛋。刑事伤过强硬，公然挑战公权力，互警察界高赞，唔敢放放放，大动作扫动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